大家好，我係阿比，今日就講4月遊戲短評同感想嘅上篇。4月玩咗7隻 game 啦，咁今集講住3隻先。第一隻介紹嘅係大西部開拓者，一隻 deck build 策略遊戲，咁佢 BGG 排名都幾前嘅，6嗰陣睇呢就排緊27名。先講一講大約玩法啦。玩家一般可以控制米堡行3步，停留喺邊一格建築呢就執行邊格嘅行動。建築多數都提供咗2個行動，例如買油、清理天災山賊、請人起建築物、換牌換錢等等。沿途路過如果有綠色或者黑色手呢，就要俾2蚊嘅過路費。而員工有3款，包括係牛仔、建築師同埋車長。員工越多呢個能力就越強。例如買一隻價值3嘅牛牛卡啦，版圖得1個牛仔呢就要俾6蚊，但當有2個牛仔呢就只需要俾3蚊就可以啦。版圖上方呢有條火車軌同埋放元塊嘅位嘅。當行到終點咧，就結算牛牛手牌所值嘅錢，拎收入同埋做 admin 嘢。例如賣牛有8蚊啦，就可以將角色版圖上一塊白色嘅圓餅放上火車軌，數字8咧就對上條 track 後面嗰5個圓圈，每個圈咧只可以放1次嘅啫，咁連住放咧就拎翻相應嘅獎勵。但如果火車未到站，未去到8呢個位又想放8咧，就要數翻火車同個圓圈所差距嘅交叉，每差1個咧就俾1蚊，然後翻去起點重複上述嘅動作。不斷步行執行行動，推火車到終點賣牛，直到過完區個原 game token 推出咗版圖，玩埋 eco turn 原 game 最高分贏。我覺得遊戲某程度咧可以話係隻加入咗 deck build 同埋降低咗運氣成分嘅大富翁。例如大富翁咧經過起點可領2000，而呢隻咧就到終點賣走手上嘅牛結算收入，收入會有分高低。大富翁踩中其他玩家嘅地咧就要俾錢嘅，咁呢隻咧有啲建築物經過咧都會有一樣嘅效果。玩咗幾局2人同3人局，咁同大富翁亦係一樣啦。2個人體驗麻麻地，咁多人玩會比較理想。陣間再講下原因啦。咁先講下遊戲欣賞嘅地方先。佢玩法唔難都有趣嘅，冇咩瑣碎規則，所有嘢都用符號標示，符號亦相當容易理解嘅。佢其中一個思考位咧係靠建築之間嘅移動啦，咁建立咗唔同行動之間嘅連貫性，從而增加個行動成效。過程都幾有 combo 感。例如有啲建築嘅行動咧係可以掉指定顏色卡牌換錢，同埋令米波行前多幾格，並且繼續發動之後嘅建築技能。有時候咧唔夠錢就可以靠用呢個方法，賺少少錢行前一步再執行買嘢、建築等需要花費嘅技能，慳得一步得一步。遊戲有3款工人各走唔同嘅路線，當中要最大發揮佢哋功效，再將佢哋放落鐵路解鎖個 bonus。取捨之間呢個選擇平衡思考位都幾有趣。另外雖然靠賣牛牛卡賺錢呢點都會有卡運嘅成分，但我覺得遊戲專登整個 token 俾玩家可以有抽1棄1嘅機會啦，盡力降低個卡運喺關鍵情況所帶嚟嘅影響呢點都幾唔錯嘅。不過我覺得遊戲嘅互動性唔太夠啊！當中雖然係有建築物會偷人錢、起建築去卡人步數，或者俾人買咗想買嘅工人，但我覺得個成效唔算好大。做開某樣嘢行開某條 path 啦，就算有人卡都會繼續深入落去，加上又唔會話其他棋友企住咗自己就唔企得，所以咧基本就係不斷行自己設計好嘅 loop，過程間唔需要太睇重對手嘅行動。互動最深刻咧都只有大家第一次玩2人局，咁大家掙錢都唔算快，因為2人局咧開頭得好少工人抽出嚟，咁我就靠買大量嘅平工人卡住智障，等佢買唔到，甚至係冇工人買。而當大家都熟練咗之後咧，呢招已經唔 work 啦。咁當互動唔高嗰陣啦，2人局更加覺得張地圖太大啊，只不過係2條平行線喺同一塊版圖不斷循環跑。3人玩感覺逼少少嘅，咁玩家之間呢先叫有翻啲交集。繼頭先所講啦，遊戲不斷行自己設計好嘅 loop 呢一點，佢好處呢係會望到自己計劃嘅成果，望住收穫循序漸進咁增加啦，同埋個人版圖能力解鎖同升級咗呢，我頭幾次玩都覺得幾有滿足感嘅。但係後續再玩呢，就覺得過於平淡，冇咩亮眼嘅記憶位，整體都係按住自己嘅步調走啦。玩得多自然揾到條較舒服同有效率嘅拆分路徑嘅。所以俾我感覺個思考變化唔太大，重玩性因此亦唔高。總之嚟講啦，覺得呢隻遊戲咧有機會都可以體驗下嘅。咁運牛、建築、開火車，所有玩法連貫得嚟，好容易上手。主題感還好啦，初體驗感覺都唔錯。係後續再玩多幾場咧就有啲厭啦，因為覺得個互動同變化比較低，基本咧都係自己做自己嘢，思考變化唔算太大。遊戲嚟嚟去去都做差唔多嘅嘢，咁不斷循環啦，所以我覺得重玩性係一般嘅。第2隻要介紹嘅係 Mesos， 一隻 Set Collection 嘅卡牌遊戲。背景講石器時代嘅我哋咧，要透過匯集成員發展一個文明嘅部落。玩法好簡單嘅，玩3個時代，每輪輪流放自己個人仔喺版圖上面啦，然後由左邊開始發動，揀翻箭嘴所指嘅排列拎牌落自己嘅部落。
發動完呢，就放翻個人仔去屋企，較前位置呢，可以做下輪嘅 turn 頭，不過就拎少啲牌。最早翻去呢，會有獎勵，最遲呢就要扣分或者扣夠肉。卡有7種圖案，代表咗唔同嘅能力或者得分用途。例如黃色、淺藍色嘅圖案呢，完 game 就睇 set collection 去計分；紅色就打獵拎肉，斧頭就幫手建築等等。每個時代呢都會有 event 卡去計分拎肉嘅。咁一個時代結束就按翻人頭餵食，餵唔到就扣分。個遊戲有機會負分嘅，咁3個時代結束之後呢，最高分就贏。開 game 嘅感覺呢，俾我諗起 Paleo 嗰隻合作 game 呢，我係會俾爛 game 之星嘅。嗰個 game 啲插圖背景營造得幾好嘅，玩法雖然唔係好記得啦，但我最深刻呢係成個 game 準備得好辛苦完呢，最後都係俾卡牌隨機擺佈，玩到好不爽嘅。唔明白點解 BGG 有咁好嘅排名。咁講翻呢隻啦，事後呢睇翻其中一個設計師呢，原來係設計 Barrage 嘅。咁我玩三人局嘅，咁覺得佢玩法上個重複性高。第一個時代完咗呢，已經覺得有啲悶啦，卡牌個隨機性都令人幾無奈，只係盡力做最好嘅選擇。拎開嗰款咪繼續好公式化咁拎落去。我玩嗰場好彩呢，一開始拎咗張有2粒星星嘅紫色卡，然後計 event 分啦，星星最多就拎到第一，後續出嗰啲卡呢，都係得1粒星星，對手唔會為多過我而拎多幾個人，所以呢，我就長期憑住一張卡稱霸。其他情況都類似嘅，當有人喺某範疇贏咗啦，咁大家都唔太想叉隻腳埋去爭。個 open draft 冇咩驚喜，大家拎咩都係預期之內，所以呢隻 game 都係體驗過就算啦。第三隻要介紹嘅係 Daybreak， 之前獲得 Golden Geek 提名嘅合作卡牌遊戲。我玩三人局嘅，咁分別扮演美國、歐洲同第三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啲車啊、工廠啊、廢電等造成碳排放。玩家目標呢就令碳排放同減碳水平達至平衡，就一齊贏 game。玩法簡單，主要都係卡牌做主導啦。咁按 A 卡嘅 phrase 一步步進行。開 game 每人呢有5張國家技能牌同埋抽5張手牌。玩家嘅行動有幾個選擇，可以俾 Cos 發動個人版圖上方嘅5張卡牌技能，將手牌攝落卡牌嘅後面，或者取代上方其中一個技能。啲技能呢有抽樹、抽牌等等。咁過程中呢，大家可以互相討論，有啲能力呢可以送張牌俾人咁。攝落卡牌後面呢，就等於多個 icon， 因為有啲卡呢需要一定數量嘅 icon 發動或者加強技能嘅功效。而有啲卡咧攝落去事件卡度咧就可以阻止發動個效果。當大家打晒做結算咧，就計人口夠唔夠電用，唔夠咧就增加難民，然後計碳排放嘅數量減去自然之力，剩翻嘅就拎去升溫。根據現時嘅溫度擲一定數量嘅色，隨機推動唔同 track， 有時可能觸發到啲負面嘅影響，例如話冰山融化、過度斬伐等等。再結算 Crisis 卡牌嘅負面效果，經歷9981難加埋人口就進行新一波嘅減碳活動。只要任一玩家嘅難民爆滿，溫度到頂，6輪內完成唔到碳中和，一律輸 game。佢主題感好好嘅，成個環境咧都模擬得好真實。例如美國車多啊，第三世界人口增長太快，導致容易有難民等等。啲卡咧都感受到非常有誠意嘅。咁佢每張卡都有 QR code 啦，方便玩家如果有咩唔明可以 scan 嚟理解。佢個內容都好豐富下嘅，每張卡咧都係一大篇文之後先到張卡嘅用法。再連幾個 hyperlink 俾玩家了解多啲件事，文字量呢仲有誠意過上年玩嗰隻 Tracking Through History。不過呢隻 game 嘅缺點都好明顯啦，就係太多運氣嘅成分。無論係每輪抽嘅卡牌、Crisis 卡、災難色等等，全部都係隨機嘅運氣。咁多方面所累積嘅運氣總和呢，導致溫度上升或者冇牌擋而導致輸 game 呢，都令人好無奈。佢同 Wingspan 一樣啦，統計咗所有卡上符號嘅出現比率。有啲卡會俾玩家抽8張牌，只要有某啲符號嘅卡咧就可以上手。越多卡贏嘅成功率咧其實越高嘅。只不過咧，大家可以睇睇我哋運氣代表智障嘅成功率。抽8張有呢啲 icon。好啊，嚟啦。OK。第一張1、2、3冇嘅，4、5、6、7、8。撲了，全部都係冇嘅。撲了，係0啊！呢度個運氣都對結果幾致命嘅。咁不過佢比 Wingspan 好呢，係因為佢有好多呢種類型嘅卡，用完又可以拎第二張卡冚上去作為 icon 用。有時一輪呢都會抽多幾張呢類型嘅卡，可以不斷抽牌。咁呢隻 game 我玩咗2場呢都失敗而回嘅。不過當時呢就玩錯咗少少規則啦，以為啲 Crisis 卡係唔會變，搞到俾張卡磨到冇晒啲牌。咁當時玩完感覺咧係合作感幾好嘅，覺得大家一人行一步，每輪一齊減少少碳排放，你俾個盾牌我俾到電你，然後鼓勵大家努力完成不可能任務呢個感覺係好團結嘅。因此走嗰陣呢都有啲意興闌珊啊。咁翻到屋企呢，我就好似 Big Bang Theory 有集 Sheldon 俾人醫強迫症咁樣啦，表面醫好，實質呢佢就做翻所有嘢一次。而我呢，就喺 BGA 開1人局玩到過關為止。
通關呢，發現一人局只要第一輪盡力唔好俾溫度上到2度，只擲一粒色，勝率已經大大提升。一般呢，第3或者4輪呢已經可以達到碳中和贏 game。帶住一人通關嘅經驗再戰3人局，就覺得實在太易玩啦。亦發現呢，原來遊戲個合作性呢其實好低嘅。一開始呢，大家狀態呢都係自身難保啦。雖然有卡技能係送牌俾人，但係真係冇咩多餘卡可以送出去。同埋咧，送牌卡住咗5個行動入面其中之一咧，都幾嘥位嘅。咁張卡咧，多數都只係留低做分母。全場咧，我都只係不斷靠技能去換牌、抽牌去增加自己行動。過程基本都冇咩點理過其他人，亦對佢哋冇咩影響。好似我 BGA 平時自己玩咁樣啦。所以咧，佢俾我感覺係佢包裝到合作做緊一樣嘢，實質係孤身奮鬥嘅遊戲嚟嘅。同最開始體驗嘅3人局咧，感覺係差天共地。咁另外啦，好多人都話合作 game 最忌嘅 Alpha Player，即係中意控制其他玩家行動嘅人啦。咁但係呢隻 game 咧，我覺得係唔會有呢個情況嘅，因為自己夠快清得晒版圖一大半污染物咧，隊友清唔夠多唔夠快都冇所謂，已經夠贏 game 噶啦。所以咧，如果玩呢隻 game 慘被人指點嗰陣咧，不妨同佢講你顧掂自己咪贏咯。總之嚟講啦，咁隻 game 幾有教育意義嘅，配件精美啦，主題咁充足，玩法上比較多運氣元素，合作感亦比較低。不過都可以體驗下，我覺得 family game 嚟講呢，佢都合格㗎啦。佢係靠幾張卡去盡力提升技能使用強度同埋做最多行動呢點個思考位呢都有趣嘅，但係未覺得個玩法係特別到值得有上年個提名。我覺得佢有提名嘅原因，某程度係因為佢主題政治正確。講下啲題外嘢啦，咁2024年嘅高登 Geek 結果啱啱出咗。今年贏咗嘅 game 咧，竟然唔少都玩過嘅，咁發現我都幾登嘅。之前咧對佢評價唔好或者冇咩興趣嘅 game 咧，都係拎晒獎嘅。而今期最滿意咧就係 Harmony 星獎啦，因為我幾中意呢隻 game 嘅。但係見佢拎 Medium Game 嗰度咧又唔係好明嘅，就好似電視劇度 Bear 成日攞喜劇類獎，我覺得佢屬於 Light Game 類多啲。反而佢提名入面我玩過嘅 Windmill Valley 或者 Endeavour Deep Sea 咧，我覺得更合乎 Medium Game 呢個標題。不過提名攞獎呢啲咧都勿認真，當參考就好。睇贏家之餘咧，不妨都記得睇下啲提名啦。有時喺提名名單嘅遊戲咧，可能帶嚟更多嘅驚喜。例如上年玩過嘅 Flip Town 啦，都幾特別。大家有冇邊隻提名係推薦值得玩嘅呢？不妨留言分享下。仲有就係咧 Netflix《魔鬼的計謀》已經出咗第2季啦。咁上季好好睇啦，暫時睇呢季呢啲遊戲冇上季咁複雜，但係都好睇嘅。咁推薦大家咧一齊睇呢套綜藝嘅。咁4月相片係感想就大致分享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聽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